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即将开始下午场刘小婷牧师的培灵会。首先，我们要先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不好？让我们现在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永远坚固我们、永远帮助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渴慕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安慰我们的神，他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我们实在要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渴慕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心。主啊，求你的灵亲自的来造访，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你医治破碎心灵，你医治受伤者，统管宇宙福神，我献上我自己，求你
使我灵自由。父神赐下复兴，从我生命中开始。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用新酒和油充满我，用你生灵充满我，我要见你容面，每天在你面前认识你荣耀恩典。我会准选择你道路，一生跟随到底，来磨练塑造我，每一天被你更新。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用新酒和油充满我。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用新酒和油充满我。主，我渴慕你，轻轻的唱，主，我渴慕你，轻轻的向神唱。寻求你供应。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主啊，我们渴慕你。主，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用新酒和油充满我。主啊，我们的心何等渴慕你！主，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
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个时候，请我们的林耀兴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主，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透过你忠心的仆人，要再一次来分享主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恳求神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下午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有好的精神、好的领受，透过圣灵不断的在我们内心里面做工，感动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被主你再一次来得着翻转，被得着主你来医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使我们看是看得见，听是听得明白，回转过来，主我们就得着医治。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谢谢，请坐。我们就将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刘牧师，来，我们一起拍掌。好，大家午安。礼拜天还要加班。但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来讨论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面对，但是其实我们很少能够真正得到一个让我们能够满意或者说有帮助的答案。我们要来谈怎么样支取平安。我们基督徒每次说平安平安平安，然后圣经好多的应许的平安，但是我们的观念，平安就是不要遇到不好的事，平安就是不要遇到困难，平安就是不要遇到挫折，平安就是万一不幸遇到了，尽快过去。我只用一个最轻松的方式，赶快过去。所以我们对平安有很多的误解。那因为你对平安的误解，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平安。那魔鬼常有很多的谎言，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哪里有平安？叫上帝要把重担挪走才是平安。所以导致很多基督徒，我们明明圣经里面打开都是平安的应许，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那就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圣经整本圣经给我们那么多平安的应许，为什么我们都得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叫做支取平安的应许。然后我们就是主要
我们现在来读我们的主题经文哈，我们这3堂都是同一节的主题经文，我们来复习一下，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约翰福音14章27节。读圣经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你读圣经，你要了解这段经文，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上下文去找到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啊，那如果你觉得上下经文不是很清楚，我们就范围再扩大一点，我们就从这一整卷同样的主题，从一整卷来看这节经节要表达的东西。接下来要再扩大，从整本圣经来看，到底这节经节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用这个原则来看，你注意看，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哇，大家听到这个，好棒哦！好，那我留下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耶稣讲的平安，跟你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你脑袋想的平安，是同一个吗？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说哇，太好了，我拿到平安了。可是你下一句怎么说？我将我的平安，看到问题了没有？我将什么平安？我的。什么意思？平安有没有分？分主的平安，还有我要的平安，对不对？主要给我的平安跟我想跟主要的平安不一样。我们一般的人，我们跟神要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按照我们的文化，平安就是诸事大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平安就是都不要遇见这些事情。可是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你就要问啊，平安还有分哦？那你的平安是什么？那你就再往下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什么叫我的平安？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哇，原来上帝给的平安跟世界给的平安不一样。这就是基督徒我们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你得不到平安？因为你没有注意到，原来上帝要给的平安，跟你从小到大老师、家长、社会，甚至于教会告诉你的平安，跟神说我要给你的平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你要知道说，那什么是你要给我的平安？你要的平安，上帝说这不是我的平安，这是你的平安。但是我要给的不是你的平安，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神的道路高过我们，所以神要给的平安，你不一定觉得平安。因为上帝的平安，简单的说是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所以读圣经，你就除了这里有平安，哪里还有平安？你就想到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就到主面前来啊，得安息了，是这样吗？你要看他的上下文。对，他说什么呀？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原来你要得安息的方法，也不是你的安息，而是神要给的安息。什么是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安息就是什么都不要背，就这么简单，什么都不要，问题都一祷告，上帝就解决了。我要祷告出太阳就出太阳，我祷告下雨就下雨，我祷告怎么样，神你要听我的祷告。这句话也是有语病的，上帝你要听我的祷告，
听妈妈的话啊，谁才是老大？上帝听你的祷告，哎，那谁才是上帝啊？应该说，上帝垂听我的祷告，就是说我说了你听到了，但是这个听不是哎，我来讲你有在听不？不一样。所以上帝说我给你们安息，这个安息怎么得到的？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简单的说，耶稣讲话就是说，你卖孝心，你不要空想世界上有不担担子的安息，根本不存在。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责任。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不要想我要逃避责任。所以上帝的安息是说，你怎么样在你的劳苦当中，你吃你劳碌所得的，你会有一种成就感。你怎么在背你该负的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那我跟师母结婚很多年了嘛哈，所以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就会回到我们住的地方，这是住在木栅。那我以前牧会在景美，我们就经过了很多几十年前，我们的孩子还很小哦，骑着摩托车三贴小朋友前面站一个，后面坐一个那种画面，全部都回来了。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当时觉得很累，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回想那些画面，走在那个路上，都觉得非常的甘甜。人是一定要有责任的，你不结婚，你对你父母也有责任。十诫里面说，当孝敬父母。你不要想当一个不想负责任、没有任何压力的人，你这样想本身就会是你最大的压力，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圣经里面说的安息是说，你怎么样在承担压力、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喜乐，而且有价值感，而且你承担过后，你发现你成长了。成熟的人就是愿意担责任。小孩子到一个阶段，他就很喜欢自己穿鞋，每次你帮他穿，他都会生气。我要自己穿，然后每次左脚右脚都穿错，但他就要享受那个乐趣。我要自己，我要自己。他不要你帮他，你帮他弄完，他把你脱掉，他自己重新来一次。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真正长大的生命，他就会按照他生命的程度，愿意承担责任，而且欢喜领受，不会叫苦连天。所以婚姻也是这样，婚姻一定就是差异的。上帝一开始把人造在婚姻里面，就是要让人成长的。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句话从来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圣经里面是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不好？当然不好，没有人帮他洗衣服啊，没有人帮他收袜子啊，没有人帮他做很多他该做的事啊。是这个不好吗？不是啊。上帝说人独居不好，是因为太自我中心了。亚当一开始就什么都听他的，这个世界他说了算，话剧也给打。亚当就觉得活着太棒了，这种感觉真好。所有的动物都听我的命令，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来管理这一切所有的，太好了。神说，我觉得有点不太好。什么不好？永远没有反对党，永远你执政，不行。所以上帝说，那怎么办？我得找个人对付他。但男人很麻烦，男人在另外一个男人跟你竞争，这个男人就会不服输，就会一天到晚找你报仇。所以上帝说，不能，我不能够再造一个男人帮助他，再造一个男人，两个男人在一起，永远彼此竞争。所以上帝说，怎么办？那我要造一个跟他不一样，但是他又不会排斥。那怎么做呢？哇，上帝的智慧，
于是上帝趁着男人沉睡，拿出一根他的肋骨。所以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女人不服气，说凭什么？因为自从第一个肋骨以后，男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很公平啊。女人一开始从男人出来的，但上帝说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从此以后男人都要从你女人出来，代表男女。所以从圣经观点，本来就不应该提倡什么女权运动，因为男女本来就是合一的，你不用特别争取，到底是男女平等还是女男平等，谁要先放在前面？我们如果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混乱，你永远没办法明白原本上帝造人合而为一。所以神就说好，我要帮助男人成长。请问上帝有没有去跟亚当开会？哎，亚当，商量一件事哈，我觉得你还不够好啊。你跟男人说你还不够好，要来上课，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会发现教会如果要开课，都是谁来上？都是姐妹来上。弟兄最讨厌来上课，弟兄尤其讨厌太太会去跟他讲说，哎，你来我们教有一个老师，他很会讲，你要去听他的。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在你先生面前讲另外一个男人是有多厉害，他应该去听他的，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完全违反上帝造男人的一开始的那个原则。男人就是觉得我是最棒的，我是最好的，啊，所以上帝没有跟亚当讨论说，哎，我们要讨论一下，那讨论不会有结果的。上帝说，我要让你变得更好，所以哈，趁你睡觉的时候，啊，趁你睡觉的时候不跟你开会，不经过你同意，趁你睡觉的时候就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从头到尾你都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来世界，上帝有问过你吗？他有征得你同意吗？你要生在哪个家，有征得你同意吗？你的性别有征得你同意吗？你的才干、琴棋书画，你要选哪一个？你要当理工男，还是你要走浪漫路线？上帝有先问过你的意见吗？都没有，都没有。上帝把他认为最好的给了我们，那这一点就是很多人不服气，就觉得凭什么上帝都替我决定，为什么我就自己不能够决定？问题是你抗议也没用啊，因为你已经来了，你已经是个样子了，也不会因为你抗议完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你要不公平不公平，你气死了也没有用啊。这只是证明你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因为你不能够接受自己啊。你一直在愤怒啊，你一直不能够接受我就是这样子啊。你照镜子就生气啊，为什么要长这样？我不喜欢，我喜欢长另外一个样子啊。结果我们这一辈子都是活在抱怨，这一辈子都活在负面的情绪里面。上帝说，你既然是一个人，你要学会接受神为你安排的就是最好的，没得选。公平吗？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公平。有没有很多人养生养了个半天，很早就回天家了，啊，永远养生去了，对不对？有没有人什么都不管，长命百岁？有啊，很多那些原住民的那些老太太，又喝米酒，啊，又吃槟榔，长命百岁，好得很，百毒不侵。他的体质就是好，所以上帝造的人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你已经是你现在的样子，你这一生就注定你是一直很痛苦，而且你自己不快乐，你也让周遭的人不快乐。因为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你已经来了，你只能做一件事，抱怨，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你向谁抗议？你没有抗议的对象，你也不会有抗议的效果，你只能够抱怨。所以这就是人，你来到世界上了，你要做一个选择，我要么抱怨，要么我就探险，
就是我来发掘到底上帝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为什么上帝让我活在这个年代？为什么上帝让我在这个家庭？为什么上帝让我生在台湾？你要去发掘神创造你的奥秘。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作品本身不能决定价值。梵谷的画现在很贵，请问那价值是他决定的吗？不是啊，是看的人决定啊。你的价值是你开一个画展，卖不卖得掉，是由我看的人，我觉得你有价值，你才有价值啊。我觉得你没有价值，你送给我都丢掉。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圣经上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不是你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的人生很有价值，而是你活在天使和世人，活在神的面前，你活出来以后，上帝会说你活得有没有价值？有的人又不服气了，凭什么上帝说了算？因为你的生命是他给的。你不服气的话，你就抱怨吧。那其实你可以来了解一下上帝的评审啊，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然后呢，上帝说游戏规则哈，我来宣布一下游戏规则。你们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弟兄喝，就有奖赏在天上。请问这个戏好不好演？好不好演？很好演，很好演。你只要有认真做一点点，上帝都给你无限放大。寡妇2个小钱做礼拜的时候丢到那个奉献箱，咚一声，人家说哎呦，阿奶红会加救，对不对？多得多嘛是下去没声音，多嘛是纸钞，那下去怎么会有声音？开支票下去都没有声音，叮叮咚咚，哎呀，2个小钱。耶稣说，今天他奉献的最多。如果你认真读圣经，你的人生得到好大的鼓励。上帝把你造在世界上，演这出戏超级好演，随便演随便赚，就是这样。神说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你做了很多对的事情都没有人看见，奖赏在天上。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认真读圣经，你就会说感谢主，做人简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我不用付任何代价，我就可以来这个世界上，我就可以看这世界的一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都是不要钱的，要钱的都是被剥削的，对不对？停车要钱，啊，这里要钱，那里要钱。其实风景很美，风景不要钱，是在风景区盖房子很贵，人都在赚上帝的钱，上帝给的都是最美、最无价、最宝贵。新鲜的空气不要钱。你做一个人，你能够看日出看日落。我们的民族，人家说是我思故我在，我们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是我吃故我在。我们是只要有的吃，就觉得人生很有意义了。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吃一个好吃的东西，吃的那一刹那，你会说，哦，谢饭祷告，上帝，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创造世界，可以来吃臭豆腐。哦，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你创造我来吃盐酥鸡，啊，人生怎么这么幸福啊？还好我有来世界，才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曾经如此为生命感恩吗？我们都被整个世界，被很多非圣经的观念都污染了我们的思想了。做人太幸福。上帝允许你，看得起你，给你很多的责任，会让你觉得这个我不行。神说你可以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这是上帝所赐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给你，就是说这个很难，但是你一定可以。你相信我，你活在这个这么混乱的时代，你一定可以的。我把我的平安给你。那个平安不是把困难挪走。那个平安是抗压性，那个平安是喜乐，那个平安是从神来的信心，那个平安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神说你不用想你要怎么讲，因为你现在想到时候又不是这样，到时候神会指教你该怎么讲。哦，圣灵的同在，这是神的平安。
你要真正的安息吗？真正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你想知道什么是安息吗？你去住院就知道什么是安息。住在医院，人家会给你送饭来，你就每天躺在病床上什么都不做，那是安息吗？那是受罪，那很痛苦。什么是安息？安息是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水果，然后等它结果的时候，你坐在树下吃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就有一种充实感，这是安息。安息就是你在劳苦当中，你会产生意义，你就会得到一种放松。亲手做工吃饭，这是最大的安息。什么都不做，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那叫虚空，那不叫安息。所以我们懂得整本圣经的观念，你的人生观会彻底被翻转的。耶稣说：“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要区分什么是耶稣要给的平安，什么是世界给的平安。世界给的平安就是钱多了就不用担心了。世界给的平安是你有背景，你有地位，你有资源，这不是神的平安。神的平安是就算一无所有，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先知哈巴谷就是这样说的：虽然棚内没有牛，圈内没有羊，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要因耶和华而喜乐。我想到神掌管这一切，我想到我的天赋这么丰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点也不害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你打不倒我的，因为我什么都不害怕。我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有很多，你有很多拿走你就完蛋了。我的平安不是在我的墙很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就崩溃了。我的平安是建立在，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我什么都不怕。我里面非常的刚强，你能把我怎么样？无惧无怕。我的安息是我做了所有做的事情，我觉得好棒，我喜欢这种人生。你整个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你在做的时候充满了快乐，这是安息。耶稣用一个比喻说，天国是什么？就一个人到外面去找人，到葡萄园来做工。这个比喻就已经透露了上帝给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你不用来做工，拿你的身份证去邮局领1万，对不对？你们都领了嘛哈？就是什么都不用做，钱就会掉下来了。这个是世人给的安息。世人的天国，就你坐在那边，所有的东西都自动掉下来。你家有个聚宝盆，有一张小桌子，说小桌子开饭了，饭菜就跑出来了。我们觉得这就是天国。耶稣说 no， 天国是大家到葡萄园里面来工作，然后不管你几点进来，你都得到上帝的奖赏。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5点下班4点才进来的，他也领了1天的酬劳。台湾现在1天是多少钱？1个小时200嘛，所以1天如果算做8个小时，1600，我们算2000啊，反正用嘴巴发钱不痛啊，2000，4点2000，那个早上8点进来想，1个小时2000，那乘以8，哇，我今天赚16000啊！他就在那边期待，等到主人发给他的时候，也发给他2000，他就翻脸了。凭什么？他4点2000，我8点2000，你搞什么？主人说：“我跟你一开始约定，我是不是今天请你来做的时候，你上班我就跟你说今天2000，对不对？我没有骗你啊，我给你2000啊。那为什么他4点进来也2000？”主人说：“关你什么事？我钱多不行吗？我喜欢给别人不行吗？你为什么看到我恩待别人就眼红呢？”这是天国。各位，天国是巴不得人家好，还是见不得人家好？
对不对？天国就是哇，我们这老板真好。你是老板请来的员工，你有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看到上帝恩待那个第一次来教会了，一祷告神就垂听，你有没有为他高兴？还是你心中不爽，跟我一样？那个很久没有来教会的，现在回来了，你有没有为他高兴？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好高兴上帝赐福给别人，而不是产生相对剥夺感，觉得我做这么多得到这么少，什么都不做他也得到，就开始竞争比较，自己就不开心。那你这是什么基督徒？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天国。天国不是你在天上吃香的喝辣的，天国是你从一早进去就吹口哨唱歌，你就好快乐啊。灰姑娘最可贵的是什么？是拖地洗碗的时候会唱歌，对不对？最快乐的不是坐在那边人家伺候你，最快乐的是你做最卑微的工作的时候，你都觉得我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基督徒的安息，当你在为别人洗脚，在伺候别人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喜乐。你没有期待我这样做，我要得到什么奖赏？我们不思考奖赏。虽然上帝说你们将来一定会有奖赏，但我绝对不要去计算我这样做会有多少奖赏。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与神同工的喜乐。你能想象那个8点去上班的人，他如果知道主人是这样的话，请问他第二天几点会进来？4点才进来，4点50才进来，对不对？他就觉得我赚到了，他亏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享受跟主人一起收割的快乐。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钱，这是最可悲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钱，这种人最快乐。我做任何事情是因为我与神同工，这才叫基督徒。连你会做的那些事，你服侍人的机会是神给的，你服侍人的恩赐是神给的，连你说我有这个负担，连你心中的感动都是神给的。我有什么好夸的？我们只能够领受阳光、空气、雨水，领受神在你心中的感动，领受神为你预备资源，领受神为你预备同工。我们一起看上帝在做大事，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懂了这个最基本的信仰观念，你就知道我们的安息不是世人的安息，我们的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所以耶稣特别强调说，我的平安我要跟你讲清楚，定义不同。你得不到平安是因为你自己想错了，你来跟我要你想要的平安，可是我没有要给你那种平安，那个平安是山寨版，假的。真正的平安是我的平安。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人的平安都有副作用。世人的平安就是得，但上帝的原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基督徒的原则不是得，是什么？是给。你一直想我有多少可以给别人，永远不是想我可以得多少。No. 那你要给，怎么给？圣经上说，你有给人的，神就会给你。这就是基督徒的原则了。所以耶稣说，我的平安不一样，不是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你们都会忧愁，都会胆怯。为什么？世人的平安就是你平安，人家比你更平安，你会忧愁。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的平安比我多？你会比较，你的平安都是拿来比的，因为你的平安都是我有多少，我有，都是自我中心，都是满足自己。这绝对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忧愁、胆怯。忧愁什么？忧愁得不到，患得患失。胆怯什么？怕我得到的会失去。这不是平安，一天到晚担心不好的事情临到，
一天到晚担心别人赚的钱比我多，甚至圣经上都说见人尊荣，见人发财，你不要害怕。圣经有这样的话哎，太了解人性了。看到别人害怕，我会看到别人发财，我会心中会有焦虑。为什么他发财我没有？全世界现在就是这样，到处告诉你怎么样一夜致富，所有的网络上的故事都是赚钱多么容易多么快，让你就觉得啊，那我怎么这么逊？我可不可以早点财务自由？我们都被世界的物质捆绑，所以虽然来教会，也当同工，甚至当了牧师，我们做牧师的当了牧师，还是没有脱离属神的平安。我们还是希望有属世的平安。错了。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说，我想改变我的服事了。我觉得我想要凭信心，我想要给人家看到榜样，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工，反正就是我们就凭信心去做。所以我到美国跟那个教会讲，我说我想要到处去传福音，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不应该在教会领这么多钱，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是在外面跑，啊，所以呢，我不要领薪水。教会说，那你不领薪水怎么活？我说做工就会活，你只要让我去做工，神就会供应我。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跟教会说，你们帮我开一个账户，叫做宣教中心。然后呢，有人为我奉献，就奉献到宣教中心，然后宣教中心交给你们管。啊，我走的时候，我有一天我走的话，这个钱我都不会带走，啊，就给教会。那我的薪水就从里面发。我就决定我要凭信心。就我过去这10年，上帝就很丰富的就供应，我就体会到这叫做安息。安息就是当你已经知道神供应的这些，我根本不挂虑这些，我只是想神要我做什么，专心去做。你去做你该做的，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就会得安息。不是肩上什么都没有就会有安息，错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你学生，你就是要读书，你不要心想说啊，考试临时抱耶稣脚，啊，主耶稣我要考试了，你要与我同在啊，结果第2天考的刚好是你昨天晚上读到的，你不要做这种梦。任何一个人都有你的角色，你一定要尽到你的努力。但是你要知道，是神在掌管，这就是基督徒的安息，这就是基督徒的平安。好，所以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下来进行哈。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是刚才那一节的延伸。你们的平安是在我里面的平安，你们的平安是我的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啊，然后接下来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好，我们有上帝的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上帝，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要阻止苦难？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说世界有苦难，你不要怕？那你这个神还是有一点逊啊。你应该说，世界上不会有苦难。你们跟从我的人就不会有苦难，你们放心，这个我才放心啊。哪里啊？老师说这是要考试哦，考题很难很难哦，但你们放心啊，你们一定会学到很多。你听了会开心吗？你这什么保证啊？这次考试很难哦，各位，我们这次出去玩，这个风景很漂亮，可是一路很难走，很痛苦。你们一定会放弃的。不过我想，最后我们还是可以到得了。你还想走吗？不想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为什么上帝不干脆一点，说不会有困难？为什么耶稣不说世界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把苦难都拿走啦？没有。上帝可不可以阻止苦难？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阻止苦难？当然有，
上帝如果没有能力阻止苦难，将来新天新地就是骗人的。OK， 所以上帝可不可以消灭罪恶？上帝可不可以消灭魔鬼？当然可以。启示录告诉我们，魔鬼将来关在无底坑。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魔鬼不能对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很放心。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要现在？对不对？为什么不要现在？为什么只有说，你们放心，有苦难，但是我可以胜过？为什么不是拿走？为什么是胜过？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上帝为什么不阻止苦难？上帝绝对有阻止苦难的能力，上帝绝对可以消灭魔鬼。我们要问，如果上帝现在就消灭魔鬼，如果上帝现在就阻止苦难，对我们是好事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所以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如果这个世界上上帝因为爱世界，所以上帝就把苦难担起来，我担，你们不用担，我们就叫做神保。一个小孩子妈妈说，我做你们都不用做，妈妈做叫妈宝，对不对？上帝说我做你们不要做，所以是什么？神保啊，我们就变成神保。我们都知道妈宝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妈妈做了一切，对孩子不是好事。这个孩子失去了乐趣。上帝造人很奇妙的，各位，教育学的理论就是人为什么会成长进步变聪明，是因为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脑开始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你的脑的神经元就开始连接，就开始连接。所以当你经过了很多的困难以后，你变成一个脑细胞活动很发达的人，你会成为一个脑细胞很活跃、很有活力、很有抗压性、很有创意。于是你会很欣赏这个世界发生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讲已经没有好事跟坏事了，因为你都应付得来。请你注意这个原则。什么是苦难？应付不来的都叫苦难。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觉得苦难，别人觉得这个没什么？有没有？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当兵的时候最怕遇到原住民班长，因为原住民从小体能对他们来讲，这个是 a piece of cake， 对。遇到那个原住民班长，我们跑5000，我们平常没有训练的跑5000，跑得快死掉了。啊，班长，你们原住民你们平地人很弱呢，刚刚暖身而已啊，来准备交互蹲跳，预备，啊，伏地挺身预备，啊，你们这样不行呢。对他来讲，对你来讲，跑5000你快要死掉了，对他来讲好舒服。哦，跑完通体舒畅，我已经暖身完毕了啊！来吧，我们现在要真正开始来挑战了。人生很多事情，对你来讲是极痛苦无比，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对他来讲那是一件快乐的事。这就要看你从小长大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你的认知。所以当我们觉得好苦哦，好苦哦，现在小孩说好无聊哦，你不觉得很夸张吗？整个房间都是玩具，他还说很无聊，是玩具的问题吗？不是。所以无不无聊不是玩具决定，不是手机决定，是什么决定？他的心决定。所以我才会说，不要让你的孩子从小玩3C。不要让孩子玩那些东西，为什么？因为当他玩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原本他在大自然当中，他跟大自然接触，他的脑发育的过程。所以一个孩子，他当然说好无聊，你真的不能怪他，因为他从小到大，父母在不知道的当中，他的脑已经萎缩了，他的脑的构造
现在的小孩，15岁的小孩的脑的构造，跟你15岁的脑的构造，你破开来看是不一样的。我们小的时候是妹妹背着洋娃娃，是不是？很多妈妈很小的时候根本够不到瓦斯炉，就拿个小板凳站在上面炒菜，一面炒菜后面背着妹妹。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我们的脑接受了大量的刺激。然后你在院子里面养鸡、养鸭、养狗，那些东西都带给你很多脑神经的刺激，以至于你就觉得活着真的很快乐，因为你的多巴胺分泌出来的，你不用去吸毒。但现在的人，因为被剥夺了，被关在笼子里面，被关在手机里面，他的脑已经毁坏，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脑没有办法反应。你觉得好笑，他觉得不好笑；你觉得好玩，他觉得不好玩。问题是他的脑已经那些刺激全部被3C 产品里面的那些电动玩具、快速的荧幕，被那些反射大量的刺激进去，所以只要你稍微呆板一点，他就觉得好无聊。所以现在普遍的孩子都是过动，因为他看到的画面都是跳动、跳动、跳动、跳动，他没办法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它里面的节奏全部都混乱了，要很快、很快、很快，所以很多人得癌症，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的协调，那个节奏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享受人生，没有办法，所以他永远得不到安息了，你知道吗？他就算睡觉，他的脑也停不下来，他没办法安息。所以圣经上所说的，就是耶稣说：“我需要把苦难留在你们当中，因为你们在苦难当中，是你们受苦是与你们有益的。”这是人类的铁律。不受苦，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有能力、有抗压性。不受苦，不珍惜，没办法，这绝对没办法。所以，如果我们不希望变成妈宝，不希望变成神宝，你就要接受环境的熬炼。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苦难？因为上帝原先造我们就为了爱我们。上帝说，苦难对你们是有益的，我故意留着，我可以把它拿走，但不是现在，因为你们现在需要苦难。当兵的弟兄都知道，你将来要上战场打仗，可以让你睡到自然醒哦。一个人去当兵就睡到自然醒，还有为了帮你叠被子，能上场打仗吗？你开什么玩笑？不能。所以当兵的时候一定要有纪律，生活几点睡几点起来，叠被子要怎么样，故意的，因为透过那样的磨练，会磨练你的心智。上帝可以阻止苦难。魔鬼叫夏娃吃的时候，上帝可以派天使挡住，摘不到，因为圣经上说人犯罪以后，神就派天使看守嘛，看守就不准进来了嘛。那你就是奇怪，上帝你要看守，不会早一点看守，出事情你才看守，你不早一点，夏娃要摘的时候，你用电击棒电他，他就吃不到啊。人犯罪的时候，神就阻止你啊，对，当你有骄傲的时候，你就电你啊。你自卑的时候就电你啊，上帝就阻止你有任何犯罪的倾向啊。请问这样子我们做人在世界上有乐趣吗？我们只不过是机器而已啊。上帝把那个犯罪的开关拿掉了，我们人都不会犯罪，多好，是不是？所以那个行淫的妇人，她应该请耶稣为她祷告，主耶稣我不想再犯罪了。说好，没问题，看我的。然后就奉耶稣的名宣告，从此以后不再犯罪。这个妇人所以就不再犯罪了。记者问他说：“哇，听说耶稣为你祷告以后，你就不犯罪了？”他说：“感谢主，耶稣我祷告我出来以后，男的女的我都分不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犯罪了。”这从来不是上帝解决罪恶的手段。上帝解决罪恶是让你的里面有抗压性，
从你的里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从我们的里面有活水涌流，是自然而然我们会抵挡魔鬼。但是我们现在圣经上说，你们有抵挡，但是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现在就是虚晃两招啊，我输了，我不行了。上帝说，再来，再来，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跌倒了再起来。你们必须抵挡魔鬼到流血的地步。神就是把苦难留给我们，逼迫我们，让我们会改变。人不是神，人没有办法自己改变。所以上帝说，我这种事情不要跟亚当商量了。人是天生是体贴肉体的，不用跟趁他睡觉造个夏娃，啊，然后就从此以后呢，造个配偶帮助你。什么是帮助？洗碗、洗衣服、带小孩，不是。什么是帮助？就是永远的反对党，对，就是永远跟你唱反调，就是用差异，让你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而且在我家。然后在这个过程，经过几十年以后，你终于服软了，你终于就哪一天你就想通了，哪一天你就觉悟了，说呀，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不是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就是上帝故意的。神造婚姻从一开始就是要铁磨铁，磨出刃来。神一开始就让人在婚姻中受磨练。你说讲到悲观哦，哪有？你只要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你想通了这一点，虽然是很多的熬炼，可是还是一样，你会经过一生的婚姻，你就开始怀念他。我们教的那些丧偶的哈，都是这样，都是先这种都好后悔，以前不应该跟他吵那么多架，以前我怎么这么不会珍惜？人就是这样。上帝说，你最后你会肯定你的婚姻的，什么时候？啊，丧偶的时候，啊，你就会肯定，啊，原来上帝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你会开始怀念有人跟你吵架，这种东西你没有体会过的人，这是非理性。你明白吗？怎么可能？我都希望早一点解脱啊，对，回力戏变我王啊，看谁先走啊。这是我们的理性，但神说，你就往前走吧。你没有到那个阶段，你不会懂。摩西就这样啊，摩西40岁，他的才能、他的能力足以带领以色列人啊，完全没有问题啊。上帝说还不行。摩西40岁到80岁，请问他有多练哪几招？没有啊。摩西40岁到80岁，英文有变好吗？物理有变好吗？数学有变好吗？没有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前面40年在皇宫学的啊。圣经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专业啊，天文地理文学所有的东西，摩西都是40岁就会了。所以摩西觉得我毕业了，皇宫我已经没有东西学了。好，来，准备好了，大家跟我走。好，预备，向左喊起，来跟着我。好，我们一起出去，我来带领你们。就没有人要听他的话，他还打死一个埃及人呢。哇，这摩西真的是有 guts 哎！他打死一个埃及人表态，这叫做武侠小说，叫做祭旗，啊，杀死一个埃及人，代表你们跟我走。结果第二天，一个犹太人说：“有本事杀我啊！你昨天不是杀他，现在杀我啊！”我想说，你搞不清楚状况，我干嘛杀你？我是来救你的嘞！我想啊，这下是啊，里外不是人了。我要搞革命，自己人不挺，然后皇宫现在通缉他。法老要追杀他，他现在谁都不是，只好逃到旷野。从我的观念，旷野4个月差不多了，哦，更行固定体啊，对不对？你让摩西在旷野待个4年，你不怕他那种当年的雄心壮志，那种我要为我的同胞服务的热情没有了哎。就上帝说，慢慢放，放几年？恐怖。你不觉得很恐怖吗？40年，1年抵1年，黄金比例1比1。你在旷野，你外熬，哦，
你较早咧外熬，今嘛你就落汗，你就在这边乖乖的。你有办法受高等教育40年，你就要到旷野磨40年，把你里面的知识knowledge，把你里面的所有你觉得我会，弄到你全部都不会。30年，上帝还觉得还不行，还要再等等，一定要熬到40年，要把他过去40年学的东西全部都放空抵消掉。摩西40年学了什么？什么都没学到，他只有学到忍耐。上帝说：“对，人活着就是这个忍耐，这就是这样，爱嘛，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这是开头。怎么结尾？凡事盼望，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最后呢？凡事忍耐。爱是从恒久忍耐开始，忍到后来，终于练好了。我现在已经凡事忍耐。刚开始是恒久忍耐，好了，我忍你了，用时间换，一直忍，忍到后来什么都可以忍了，这叫凡事忍耐。大功告成，可以毕业了。摩西在旷野，没有任何的专业，他只有学到一件事，忍。就凭着这个字，他在最后40年带领百姓进迦南，而且上帝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摩西当年80岁了哦，摩西到皇宫去跟法老谈判，说：“我代表上帝要把百姓带出去。”请问摩西心里想，他最后40年会在哪里度过？迦南嘛，对，2个月就走到了嘛，然后我就进迦南了嘛，我就在迦南就最后40年嘛，完美啊！皇宫40年，旷野40年，迦南40年，这是完美的人生。结果呢，他最后40年在哪里度过的？又回到旷野，你就懂了，为什么前面40年要蹲旷野？因为他人生最后40年要在旷野，所以你要先学会怎么在旷野过40年。我绝对相信摩西在最后带百姓出卖他，让那些百姓真的很难搞，连上帝都放弃了。摩西一定会有很沮丧的时候，他经常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坐在那里仰望星空，想说：“我这边还要熬多久啊？”可他想一想，也没什么可怕。对，我最多活到120岁，对，因为这是创世纪说的嘛，人离了上帝嘛，神的灵不与人同在，那时人的寿命就到120岁，所以摩西知道嘛，我最多就120岁嘛。我现在旷野好痛苦，可是再怎么算，我在旷野最多也就几年，也就是因为他80岁了嘛，人活到120岁嘛，所以他最糟人生最坏的状况，就是在旷野40年 ，OK 啦，又不是没待过，对，就没有过不去的了。你只要想到我已经在旷野40年。我都过来了，就算又一个40年也还好了，但是应该不会那么久了。结果就是这么久，这是摩西给我们看见的。你这一生追求的是进迦南吗？神就搞你，不要进迦南，就死在终点线前面。那你就死了，还带你去看，有没有？带他去山上看，看到没有？看到了哈。看有吃无，听有无？看快乐好，卖笑心。好 ，OK，Game over the end， 全剧终。上帝，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上帝太恐怖了吧！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重出江湖，给我们看见盼望。在世界上，人家看你是失败者 ，loser， 对不对？登山变相，另外一个 loser 是谁？以利亚也是 loser， 对不对？打败了耶洗别，自己认为说：“我轻个了不掉啊！”结果耶洗别根本不怕，魔鬼根本不跟我们拼能力，魔鬼说：“比能力我绝对不输你，人算什么？”对，我是服役的灵，我比你们强啊！
我才不怕你嘞。所以你跟魔鬼比这东西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教会感谢以利亚给我们做了个示范。我们今天就不用先拼先来妈祖，我跟你拼一个。来，林牧师带头，带教会同工来，我们到妈祖庙前面。你们这边不知道什么庙哈？来，咱该拼祈祷，看多一仙神明踩在家，一仙十二个踩在家，祈祷看上星斗，哦，天上降一把火，把偶像烧掉。今天不玩这个，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属灵征战不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很遗憾，教会今天还是这样做。人家在绕境，就跟在后面抹油。我们就祷告，神要属灵征，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把巴力先知，你把庙拆掉，你把祭童杀光了，没有用的。魔鬼不害怕这种东西。所以耶洗别只放话，你要杀不完，我告诉你，仓库多的是啊。祭司，我们这里面当机做者，另外10几位囡仔，7牙8牙吼，庙会里面的那些啊，我人多的是啊，我黑到我们后面的那些小弟多得很啊，我还怕你不成？结果以利亚崩溃，忧郁症发作，想自杀，跟神说：“我死以后啊。”他怎么说？我岂胜于我的列祖？原来以利亚服侍最孤单的时候，在支撑他的不是负我的恶修的样式，支撑他到现在的是，我一定可以赢过我的列祖。我要超越摩西，超越亚伯拉罕，我超越亚当，对，我是历史第一人。这武侠小说看太多了。以利亚一直觉得要证明自己，他要用大家都背叛你，只有我还服侍你，他想用这样证明他的价值。神说：“我不需要你服侍我，我自己留下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哎，上帝，你可以不要告诉我吗？你在讲我就觉得我不值钱了。原来还有那么多，我就是跟他说我俩嘞，我一堆哦，哇，满山俩，我是咧。但一个 loser， 上帝也不跟他计较。面对这种已经很沮丧，信仰观念又错误，上帝没有给他上神学课呢，上帝没有叫天使来给他补习呢，上帝叫他干嘛？去困他没棒。上帝叫天使烤饼，去吃，去睡觉。同工们服侍很疲倦的时候，永远记得属灵的原则，去吃，吃完去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就没事了。上帝用这样的方法，用微小的声音，发现以利亚观念改不过来了。神说：“好了，不要为难你了，兴起以利沙代替你，你就先回来吧。”以利亚在人生最高峰的失败结束他的服事，但是耶稣登山变相，他跟摩西2个 loser， 史上最强大的2个 loser 来跟耶稣开会。难怪保罗说：“我就夸我的软弱，怎么样？我们就派出最输的人来跟你拼。”他们2个人跟耶稣讨论十字架，讨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关键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明白，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再也不要想神把我的苦难拿走，不要这样想。你只要记得，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因为与我们有益。上帝如果把苦难拿走，我们都是一滩软软的，我们就不会成长了。所以当然我们在苦难当中还有很多的功课，时间没有办法再讲。你要有智慧，怎么解决所以苦难的源头是因为人太有限，神也不希望我们人受苦，可是没办法，人不是神，人会的一切都是学来的，不是与生俱来，只有神是与生俱来。神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自有永有，一切都从我开始，连时间都从我开始。太初有道，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请问起初跟太初哪一个更初？
哪一个？哪一个是更早？太初。约翰福音说太初代表太初是在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在那个起初之前。创世纪1章1节的起初是时间的起点，约翰福音的太初是一切的起点。时间是被造的，所以时间可以被超越。上帝在时间之外，上帝在空间之外，神是一切的开始，所以神没有任何的软弱。但是人不是，你会的一切都是学来的，所以趁着活在世界上，多学一点，不是多享受一点，多学一点。任何的学习从来不是舒服的，把一根那个什么 HDMI 的线插进去，插到电脑，所有的知识就传输进来了。那你就是机器人，你就不是人。人最宝贵就是你思想，你感受，你的脑连你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不要再拒绝。所以怎么胜过苦难？你要相信苦难的意义，你要求神给你有智慧。希特勒的集中营没有打倒犹太人，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他们依然相信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世界上把我们杀光了，你也改变不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上帝的信心。这就是历史的证明。真正的平安不是环境，而是内心。失去平安是因为胆怯，是因为忧愁，所以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内心的怀疑。最大敌人其实是自己。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到这里，我们的平安是上帝所赐的平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一定会，只要你们真的是相信我，你们像葡萄树跟枝子连结，我的生命就源源不绝地进到你里面，就会让你知道怎么面对苦难。不是方法论，是生命论，是你会拥有一种属天的生命。什么时候才看得出来？风平浪静的时候绝对看不出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是苦难中基督徒面对苦难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害怕苦难。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乱。耶稣基督在来之前，世界不可能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糟。但一点都不用害怕，不用担心，神一定会有办法带领我们穿越风暴，然后直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这里，求主赐福带领，让我们所领受的，从神的话领受的，真正成为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你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判断，怎么决定，怎么选择，怎么说话，怎么思考。所以愿主的话每一天都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往前进。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哈。那3月1号我会在礁溪教会讲道。那刚好前一天是228，我们在台北有办一个很专业的音乐会，会有很多音乐人都会来。所以我刚刚就突然想到，我3月1号既然在这里，我想3月1号的主日下午，我们就可以在宜兰办一个诗琴的训练班。我就把我认识的那些音乐人来拉到这边来，再麻烦牧师讨论，看用你们这里还是用礁溪我们就开放给宜兰的所有的这些教会，他们的诗琴都可以来接受装备、接受训练。所以我们3月1号会再见面。谢谢牧师，谢谢教长。好，我们谢谢刘三牧师、刘小婷牧师也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勉励哈。那我们真的是不是在要记得，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哈，我们是靠着主哦，是我们有从神来的平安，所以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这些这些属世的这些特别，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动乱哈，我们心中有从神来的平安，就不再有任何的惧怕。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刘牧师也谢谢师母在我们当中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不知道说3月1号，不好，师母可以开一个那个福音歌仔戏的训练班，那一天私情的来上，其他有兴趣的去唱歌。今天我们早上师母她有贡献贡献这个国语，那个旋律我们还在了PPT 也在所以我们有兴趣的人大家来再练那一首。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个你们还有人还要买书的吗？还有人还要买书的吗？因为书好像全部都卖完了是不是？如果还有要买书的，那个都在车上了。